世界樓巡禮，主持魏美珍、莫佩文。時間又嚟到第二環節嘅世界樓巡禮啦。Paula，我哋今日咧講下澳洲方面嘅物業市場嘅。澳洲你知我都係大好友嚟㗎啦。過去呢一個 weekend 呢，我都去咗有幾個展銷會，見到啲反應都幾好啊。尤其是有一個係澳洲嘅墨爾本啊，但係好奇怪喎，我哋剛才咪提到墨爾本啊或者澳洲嗰邊呢都有啲關於樓市嘅負面消息，但係無損買家嘅入市意欲。係啊，點解呢？我哋梗係要問下啲專家啦。最了解買家嘅心態當然係物業地產代理。今日我哋好開心請到專門呢係負責海外物業銷售嘅地產代理代表上嚟傾下偈嘅。咁先介紹呢，有利安環球物業嘅董事總經理張兆琪 Terence 你好。係，你好。另外有佢哋嘅高級銷售經理韋智恩 Jenny 嘅 Jenny 你好。大家好。利安環球物業大家聽起個名可能會比較陌生喎，不過你講開佢嘅母公司遠東發展應該大家都好熟悉，因為都係香港嘅老牌上市公司嚟㗎。係啊，喺1972年呢，就已經係上市㗎。呢個 number 35號啊。係冇錯，記得。先同阿 Terence 傾下偈先好唔好？咁我哋頭先嗰一節咧都已經講過咧，有少少關於澳洲嘅負面消息，包括有啲銀行開始收緊咗啲按揭成數。如果唔係澳洲本土人呢，可能要俾多啲首期先至上到車。但係呢一個因素好似冇影響到買家嘅入市意欲喎。見到展銷會反應仲係好好喎。其實我哋今個禮拜睇到咧，香港人對澳洲樓或者對墨爾本嘅呢啲樓盤咧，都仲係好有興趣嘅。咁之前嗰啲負面消息咧，其實都想同大家分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啦。咁其實之前澳洲啲4大銀行其中一個叫做 Westpac， 咁點解佢突然間話唔借錢俾海外買家呢？咁原因有幾個嘅，當中最大嘅因素咧就係話差唔多3個月前到啦，佢哋係發現到佢自己個 loan book 上邊呢有好多 loan approve 咗，而入邊嗰啲 document 呢好多都係偽造嘅，尤其是就係內地嘅投資者買家嘅入息證明啦，銀行嗰個 bank statement 啦，咁嗰啲都係偽造出嚟，咁銀行突然間就好驚，咁就要收緊晒所有嘅政策，咁就所以一律過所有海外買家都暫時唔做，直到差唔多2個禮拜前，佢哋下面一間 Bank of Melbourne 都係 part of 呢個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嘅，就同大家講就係話，其實佢哋對呢個政策咧，對海外買家嘅政策實施嘅措施咧係有錯，係錯咗嘅，咁呢啲喺報紙都睇到嘅，咁其實借唔借咧？借，但係個審批程序咧就會嚴謹咗啦，會收緊咗個政策啦，同埋個成數咧唔會借到咁高。以前可能話最高做7成嘅，咁而家可能會淨係做6成至6成半。我都有睇啲新聞啦，佢都有3個 category 話借或者唔借㗎啦。有啲係叫永久嘅非永久居民，有啲就係海外自僱收入嘅人士，或者係澳洲臨時居留簽證嘅人士，呢3類嘅。咁佢咪都係普遍話借，但係呢3類佢都要睇清楚係佢嘅入息係點樣呢？冇錯啦，basically 呢3類投資者佢都會借嘅，但係最重要嗰範呢就係要睇佢嘅入息，佢哋要 make sure 佢啲入息係正確啦，present 嘅information 俾銀行係可以核對，係可以 verify， 同埋尤其是自僱人士佢就係 make sure 呢間公司真係有喺度嘅，而唔係一間空殼嘅公司。除咗按揭呢一邊呢，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消息話墨爾本嚟緊呢個供應會好多，呢一方面又點樣影響到買家佢哋嘅入市意欲啊？打開報紙每個禮拜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公司買好多唔同嘅澳洲樓盤啦。咁但係其實大家亦都知唔知墨爾本其實係一個即係連續5年最 most livable city， 最適宜人類居住。係啦。咁其實墨爾本係一個好多人好中意去嘅一個地方，尤其是啲新移民。咁有幾個因素嘅，第一就係墨爾本氣候啊、環境啊、空氣啊、食嘢方面，生活指數係非常之高嘅，質素係非常之高嘅，教育制度咧係非常之高，同埋嗰個大學嘅排名咧都好多大學都係前列於100或者200名內嘅喺世界排名裏。澳紙咁大家都知道啦，比起2-3年前澳紙跌咗差唔多3成，咁其實啲學費啊、生活費啊咁都平咗好多。咁所以有咁多因素嘅關係咧，其實澳洲嘅人口嘅增長咧係越嚟越大同埋越嚟越快嘅。澳洲政府做過統計，
就話差唔多去到2025至2030年呢，墨爾本將會係全澳洲最多人居住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你話而家你睇翻報紙嘅報道啦，市中心租務空置率咧係差唔多只有2至2.1% 度嘅啫，平均。呢個都好低喎，2%。係啊，咁所以你話會唔會話 oversupply， 會唔會話租唔到，會唔會話冇人住咧？咁呢樣我唔係特別擔心。咁除咗有新移民之外咧，其他省份嘅人咧都中意去搬去墨爾本嗰度住嘅原因係可能話就業因素啊，或者係成個墨爾本嘅市政嘅規劃啊，可能比其他城市好啊。即係可以話雪梨同墨爾本係最接近㗎啦，但係話雪梨嘅樓價係貴差唔多 Melbourne 3至4成嘅。咁其實好多雪梨嘅人咧都已經 afford 唔到喺雪梨買樓啊，或者喺嗰度住啊，咁好多都搬咗去 Melbourne 住嘅。Terence， 你頭先提到咧人口增長啦，咁雪梨同 Melbourne 大家都好中意比較嘅。咁 Melbourne 係470萬左右嘅人口啦，而家如果雪梨就490萬，係咪喺你頭先話政府有個統計，每年Melbourne 嘅人口增長有成30萬咁多㗎？冇錯，係啦。同埋喺2055年去到一個差唔多 double 嘅數字喎，成800萬人口。冇錯，係啦，係啦。即係而家我即係可能話我每2個月、3個月飛去雪梨或者墨爾本一次，我每一次翻到去都俾我嘅感覺咧，就係話人係真係越嚟越多。增長速度都相當之快嚇。墨爾本呢，佢就應該係屬於維多利亞州政府嘅，冇錯，係咪？係啦。最近我聽到個新聞話佢哋係調高咗個物業印花稅，原本就3%，而家應該會加到去7%，亦都會好快喺7月就會生效啦。咁呢一樣嘢，你會唔會擔心嚟緊會打擊到啲物業嘅成交呢？而家啲樓賣得咁好，會唔會係啲人係爭住喺呢一個嘅新政推出之前上車呢？都會嘅。如果你話啲人話講呢個7月1號前去買樓，咁呢個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動力，有一個因素喺度嘅。咁但係點解市政府即係維省嘅政府點解要加呢個物業印花稅呢？對海外買家，原因就係因為維省市政府已經批咗好多唔同嘅大型基建，新嘅火車啊、電車啊、路線啊，一啲大型嘅市區重建計劃啊，咁政府係動用緊好多嘅資源去重建墨爾本呢個城市，唔係重建嘅，去再做好啲，有新嘅基建，譬如有新嘅車站啊、新嘅電車啊咁等等，一定會帶動個乜嘢樓市樓價嘅增長嘅。澳洲本土人俾咁多稅，咁其實如果你話對啲海外買家嚟講，如果佢哋都想有呢個 benefit 嘅，咁而家俾多少少4% 嘅 stamp duty 都唔會話特別應該受到一個太大嘅影響。咁 Terence， 你頭先講到政府咁多基建發展啦，咁當然一定會帶動到好多就業機會，同埋好多 multinational 即係國際嘅大公司都 move 咗去墨爾本呢個城市。咁佢嘅 unemployment rate 係大概幾多度？係咪都睇到有個一路跌咗個數字嘅咧？都好 steady 嘅。澳洲 unemployment rate 咧，通常都係徘徊緊5至6% 度。GDP 即係嗰個國民生產總值。個 GDP 咧，啱啱幾日前咧，報紙就報道就係話佢嘅增長大概有3.1%，係由12年至到而家係增長得最快嘅呢一期，即係上一季。墨爾本澳洲其實成個國家嘅經濟最近係點樣咧？其實係幾蓬勃下嘅，係好多 activity 嘅。譬如你話資源價格突然間平咗好多，咁會唔會對澳洲好大影響咧？澳洲有全球最大嘅一啲資源嘅生產公司，包括 BHP 同埋 Rio Tinto，因為佢哋生產量大，雖然價格低咗，但係佢哋成本係比其他公司低，所以其實 basically 佢係已經係獨佔咗 resource 嘅呢個 market。呢兩間公司嘅業績或者佢嘅股價咧，啲18個月裏邊咧係有升而冇跌。多謝阿 Terence 同我哋分析咗澳洲方面嘅一啲最新嘅情況，同埋拆解咗咧幾間銀行點解會收緊外國人嘅按揭，原來係有原因嘅。Michelle，你唔使擔心啦，可以去買啦。我哋正常錢嚟嘅，不受影響嘅。不過究竟當地嘅物業市場而家個表現係點樣呢？不如我哋都揾前線嘅員工啦。我哋今日亦都有 Jenny 喺度啦，高級銷售經理嚟㗎嘛，最容易接觸到啲購買者或者係啲投資者㗎啦。
佢哋而家對於澳洲物業嗰個睇法係咪都仲係好正面呢？冇錯，其實好多客人喺嗰邊投資咧，都係睇好個租金個升幅㗎。因為其實咧喺澳洲咧，特別係墨爾本嘅市中心咧，其實租金嗰個嘅需求咧係非常之高嘅。咁亦都啱啱上個月有新聞都話出咗，雖然最近有咁多嘅新樓盤 supply 啦，但係其實市場上面嗰個嘅租盤咧，其實都唔係好足夠嘅。甚至乎有啲客人咧，佢嘅小朋友其實喺當地讀書，其實佢哋自己都 sense 到，其實嗰邊嘅租盤咧係供應量唔係好夠嘅，亦都係個 demand 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哋都睇準咗個租金啦，同埋講緊澳洲嗰邊嘅樓市咧，大概每7至10年升一個 double， 其實佢哋自己都有數識計嘅，咁所以佢哋都睇準咗最近澳紙咁平，咁不如就買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冇乜大影響啊呢啲新嘅政策。Jenny 咧，你近期就好彩負責到一個新嘅項目，有成1200個單位，1-2個星期已經賣咗成6至900個單位啦，係嘛？銷售情況咪仲快過香港啲樓盤？係㗎，因為呢一個樓盤咧係我哋母公司自己開發嘅，喺墨爾本市中心叫做 Westside Place。咁而呢個大型嘅綜合項目咧，講緊係有史以嚟最大型嘅 complex 嚟嘅。咁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呢一個樓盤樓上呢，係有 Ritz-Carlton 世界級嘅6星級酒店進駐，咁係真係提供咗好多信心俾各位投資者嘅。咁其實都恭喜你哋啦，因為你哋過去呢一個 weekend 嘅樓盤賣得好好啦。咁係唔係因為你覺得你先買樓都係 location 嘅？咁你覺得係咪呢個 location 帶動到啲投資者係入市意欲係即係咁暢旺呢？絕對係嘅，因為其實墨爾本市中心其實有幾大啊？其實唔係真係咁大嘅啫。而呢一個樓盤呢個佔地面積係非常之大，係好罕有地咁大型嘅綜合項目，下邊有 shopping centre 啦，更加重要嘅係我哋有個6星級嘅國際級嘅酒店品牌 Ritz-Carlton 喺我哋嘅住宅上邊。我哋兩支大廈呢 total 係 Tower A and B 啦。咁 Tower A 嘅上面有進駐咗 Ritz-Carlton， 其實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呢個信心都大咗好多。咁 Jenny 啊，聽到咁吸引啊，咁麻煩請你哋下個禮拜呢再翻嚟同我哋介紹多少少。好啊，絕對冇問題。好，咁啊，今日時間關係，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摸唔清海外樓市，睇唔透回報潛力。AP 世界物業顧問提供海外置業資訊，助你了解各地法律、經濟、稅務及風土人情。無論自用、投資抑或移民，AP 世界物業顧問都會介紹合適嘅海外樓盤，幫你以相宜入場費坐享理想回報潛力。逢星期六中午12點喺新城財經台 ，AP 世界物業顧問更會解構環球樓市，帶俾你世界樓巡禮。